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介紹簡約公屋時表示，每個項目平均有4000個單位，規模係過渡性房屋嘅20倍，加上要於4年內提供3萬伙，必須由政府主導，盡快爭取撥款，有助改變公營房屋供應頭輕尾重嘅問題。佢指出，針對首筆撥款，團隊從多方面壓縮造價，包括取消提供冷氣機，盒仔高度由3米調矮至2.9米，修改圍欄設計等。第二筆撥款會視乎情況調節。佢其後補充，取消提供冷氣機後，可節省約2億元。單位大小方面，佢指過渡性房屋細單位多，4至5人單位只2%。至於每塊用地使用期約5年，期滿會再作檢討，適時交還並發展長遠用途，或按需要延長簡約公屋用途。簡約公屋租金中位數為每月1500元，相對房5000元嘅租金中位數少3500元。租戶1年可節省4.2萬元，5年節省21萬元。何永賢認為能改善基層生活，比直接派錢更理想。佢又強調，簡約公屋並非一般撥款工程，更改變數萬家庭命運，係針對民生痛點嘅社會工程，亦係釋放未來潛力嘅社會投資。當局將發信予輪候公屋3年或以上嘅人士，單位分配按傳統公屋輪候冊順序處理，又會統籌睇樓團，並在位於樂富嘅房委會客務中心提供資訊。